电友上牛正嘅目标做得进口到台湾，引起大家嘅关心到讨论咯。其实，香港进口到台湾本土就差到嚟动到有上牛正嘅目标，其实你下点主要都有问题哦。各种世界安全受到嚟两条嘅挑战，电动系采提旅游、采提生产嘅台湾品牌，电动做得得到消费者嘅注意哦。今年出面台会都来到嚟云顶嘅潮南，也咁樣，而攞采提嘅就主腦、小鳥嘅業者，還有相關部門都會共下嚟其中探討，了解台灣世界安全到底有用嘅保障。因為啲下一批去到討論嘅現場。開會了！好，歡迎向前聽恁講票來到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你啊，啱批咧，首屆見每咧參加嘅特別來賓咯。第一位為大家首屆看到嘅係農委會畜牧處嘅副處長李春錦，李副座早安。主持人，各位來賓，還有養豬界、養牛界的先進，大家好。第二位首屆係主婦聯盟推動分會嘅主任楊淑惠楊主任早安。客家鄉親，客家好。第三位來賓嘅首屆係你採提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嘅處長李錦忠，李處長早安。早安，各位所有的好朋友，那我是雲林縣政府農業處長呂正章，那歡迎大家一起來村民大會。好，看看最尾一位來賓首屆多屆係農委會風險協會副處長董浩德，董副座早安。早，主持人早，各位鄉親。大家早。非常歡迎是為特別來賓咯，現場你也看到東嘅鄉親都其中兩大部分關心哦，包括雲林、潮南，還有倫培鄉嘅鄉親都來了。你講到社會嘅進步，你下台灣對各種產品嘅安全要求係漸來漸高，尤其係食品安全。不過你參謀包含像係瓶蓋啊、同樣兩條問題，減少減大胖，實下來為溫度煮係麼？進口你下用毅力空管就變到當重要，認為強調採提生產環保有衛生嘅台灣品牌，係唔係電動會起來呢？也都係基本呢會討論嘅重點哦。在正式開講之前，你先來看下邊兩團嘅新聞樣片。喺有講有能力嘅牛欄地度，台灣牛糖的業務冇定在替生產的馬鈴薯來民進。在台灣飼養牛隻的話，目前飼養牛隻都是安全又健康。在美國裡面，它可能用一些基改的玉米，它可能用一些生長激素或是一些荷爾蒙，包含瘦肉精，這些都是不好的東西。那基本上在台灣裡面，我們都不摻雜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以天然的牧草、天然的食材，讓這些牛隻食用。雲林鄉牛嘅業者講，因為要使到天然嘅飼料，消費者將多啲使到安心嘅牛肉。最近臭牛件嘅議題，引爆嘅美國牛肉進口嘅問題，也為台灣嘅畜產帶來嘅衝擊。因為咱即擺美國牛肉本身即擺就有咧進口啊，咱要求嘅是講，你莫摻所有種嘅牛肉入來，我嘛可以接受啊。問題就是講，你如果說這個要讓所有精進來，當然第一個衝擊就是產業嘛，因為它如果可以的話，伊啲牛肉較俗啊，較俗本身就是佮競爭到咱國產牛肉。唔過畜產業者講，今年驚嘅唔係進口嘅競爭，係標條寫唔清楚，好壞唔分。我是感覺開放甲無開放唔是遐嚴重啦，最主要你若要開放，就是一定愛標示，包括咱台灣若要使用嘅，就是愛標示，這就是有迄個瘦肉精嘅，這就是無嘅安尼。除咗對產業嘅影響，消費者也下看到，人冬季地度政策有強烈嘅牛，新冠頭嘛要二付，包體地保嘅食品安全。驚瘦肉精啦，安尼啦，食無偌濟啦，算講你若食到迄驚伊牌子唔知偷來偷去嘅驚。每個禮拜都會來，因為台灣牛比較安心啦，經過東南農會的把關以後，比較不會有瘦肉精跟狂牛病的問題啊。臭牛進做的假冒，美國牛肉愛進口嘛，愛用辦托安全的肉來食，受到大家討論。唔過，我哋係咪要更加促進嚟探討，愛用嘅安全的來肉，仲講安全的肉係健康的方式學出來嘅。
在影片里面，我们看到哦，台湾养的牛，不论是从饲养到认证，全部都是一贯作业，层层把关，相当追求高品质哦。这边我首先要请教副处长哦，在您来看哦，台湾本土的畜牧产业哦，尤其是在养牛、养猪这边来看，你觉得它所具备的优势有吗？台湾基本上我是认为台湾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成绩事实上是全民建立的。那我是认为台湾的养牛的一个优势基本上第一个是教育。我想今天也有一个名人他说，他最喜欢的外国是台湾，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台湾缺乏资源，而且土地有限，所以台湾能够造就这样，基本上是人的因素。那最重要是教育，我想教育的普及，让我们的一个差距呢基本上很小。有的国家很多诺贝尔的得奖人，可是他的农民呢，事实上差距很大。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农民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会根据外面的所有的资讯跟科技，他会开发成他自己需要的，所以走出另外一条路。所以这就是台湾农民的伟大。OK， 所以副处长讲到，就是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畜牧产业的优势，农民用心，然后饲养技术又好。这边我们要请到在地云林县政府的吕处长哦。我知道我们云林县是全台湾重要的这个肉品的产区哦。我们之前有推那个云林好牛，还有推快乐猪哦，再强调都是要快乐的牛猪产出。我想问一下哦，现在这种优质的肉品普及率很高了吗？从过去到现在有成长没成长？其实我们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动甲胺转水混磷。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在鸡、猪、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最安全的肉品提供给消费者。所以呢，我们县政府自从苏县长主政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推一个，希望说都建立产销履历。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推动的云林快乐猪，它就是具有产销履历的猪。那再过来，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比如说未来我们要推这个云林好牛。那云林好牛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云林县政府为牛肉产业所制造的一个在地品牌。那这样的一个在地品牌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把集合我们所云林县这样的一个养牛产业，把它集合之后，加上我们在肉品市场的合法屠宰，那我们到所有的卖场通路，其实我们制定了一整串的行销策略。就像我们刚刚看到新闻影片里面一样，那些养牛的人这么样用心，吃的方面也好，照顾方面也好，都是步步用心，所以才会推出好品质。是，我想现在刚刚副处长也讲过了，本土化还有云林的品牌、在地的品牌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消费者相信的是什么？台湾品牌。原来是这样。是。不过我这边要问一个问题哦，台湾空有好的饲养技术，不过我们台湾人只能吃进口肉品吗？看到我手边这边有一个记者做的统计资料哦，台湾现在各类的肉类进口，包括牛、鸡、猪，每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进口总额哦。这个单位呢是$1000， 32万千美元就是3亿2000多万的美金，折合换算台币大概是100多亿上下哦。所以你看到单是牛这个单项品哦，从96年到98年都是维持在100来亿台币上下这样子的进口总额。再来看到鸡也是呈现成长哦。我们比较诧异的是猪，因为台湾国内的自产猪的市占率就占了95%以上，甚至更多。市场这么饱和了，可是我们每年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这个猪的肉品。我们看到哦，它是不减反增，每年增高哦。所以我这边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杨主任哦，到底这个进口的肉品，我们台湾人吃的这么多，有什么风险是我们无法控管跟预测得到的呢？因为进口的肉品，他们在国外都是大量的这样子养殖，而且他们的养殖环境可能是非常的拥挤。那些肉品呢，应该在生产过程，可能那些牛、猪，他们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抗生素，甚至那个生长促进剂。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方面其实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原来是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谢谢主任给我们的分享哦。这边我想请教副处长哦，就是我们要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我们当然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一般这样说啦，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啦。假设这些进口的肉品，我知道现在政院已经明确标示，这个强制标示将来要用法规来做规范哦，来让所有的资讯全部透明化，让消费者的选择权也极大化。我想要这边请你跟我们的观众好好的说明一下，到底这个强制标示它的规范配套是什么？到底要标示什么？规范谁？那事实上在对于进口肉品的卫生安全的管制政府是有一套策略的
那有一套做法，目前正在做。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向我们国家来申请说我要输入什么肉类的时候，那我们这边必须要去看它这个国家的管理机制跟我们的国家来比较。那看过这些他们的法规、他们的做法都跟我们的很接近的时候，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管理的机制能够让我们满意的时候呢，那我们还要派人到国外去，确实看看它的管理机制是不是照他所告诉我们的这种做法。那一切都 OK 了以后呢，那当然这里面除了动物疾病的防疫的以外，那我们还有卫生署这边食品药物管理局，是他们也有派人一起过去看，他们所看的就是说，这个工厂里面呢，它的卫生还有它的这一个整个检验，所以从源头就开始不能放松，从源头就已经开始在管。那进来了以后呢，那当然在防检局这边管的是动物疾病，那我们有一组人在这个国境来做这个疾病防疫的这个检疫的工作。是。那另外还有一组人，他也就是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那他们也有派人在这个边境，那他们就会依照他们的规定去给他做抽验。那抽验呢，当然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有抽验出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什么话讲，那就把它退回去了，直接退回去。退运，他如果不退运，那就只有销毁一条路。那这一个是第二层的关卡。那至于说，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说，好，那这些进口的肉，那以后我们消费者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说它是哪一个国家来的？是啊。那事实上目前呢，这个卫生署这边正在推动修正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是。那因为过去这个卫生局这边要求所有的都要标示它的来源国。是啊。那但是它还没有立法，也就是说它还不是完全强制的。所以有法源依据就可以强制了。那所以说现在呢，卫生署这边呢正在努力的跟我们还有几位这一个立法委员、民意代表，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大家正在努力的那怎么样把它定出一个这个？但我想你们大部分有一些细部规划，那将来在通路上是只有大卖场或超市才有，还是传统市场或其他的直接提供膳食的餐厅也有啊？依照目前的一个政策的走向，它除了这个生鲜的肉品之外，那对于大卖场、超市还有这个凡是你不但是只有卖生鲜肉的这个产品，吃得到、买得到的地方，连卖熟食的可能这个自助餐啊什么这些它都必须要标示它所用的肉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是。我大概知道，所以这样子资讯完全的透明化，是希望消费者他自己的选择权可以由自己决定，完全被保障，而不是蒙昧无知被蒙在鼓里的。谢谢4位来宾都给我们先做了第一轮很重要的分享。现在既然来到这边，我也想把这个发言的机会给我们台下的乡亲。我知道在地有非常多这个云林好牛嘛，还有快乐猪，很用心的养殖户，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这一阵子来各种的美牛风暴啊，还有猪的问题啊，大家都很担心，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些负面消息有冲击到你们什么吗？你们担心什么呢？现在请举手跟我们发言好吗？这位先生。这回政府开放瘦肉精，我感觉对整个产业，因为咱台湾的产业就是畜牧业最发达，咱台湾的产业这人口几啊百万，以后这个生活何去何从？政府讲开放牛肉，你咪后一波就是猪肉，这一定。但是我饲猪的我有一个经验，我讲猪啊，咱的母猪、种女猪来一去食了瘦肉精，这猪母一定袂发情，一定卵巢萎缩。那卵巢萎缩真严重诶。咱国小营养午餐小的学童、学生都是刚发育，有一天无形中吃到瘦肉精，那卵巢萎缩，那请问以后我们他还有没有下一代？这是政府上界大的一个思考，为了咱全民的健康，牺牲全民健康，换到来甲美国的贸易，这就是取消咱台湾这财团。
为了财团牺牲农民，我感觉这不应该。谢谢你。还有其他的先生要发言吗？哦，这位举手先生。其实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要呼吁，除了养猪业者、养牛业者、养羊业者或者养鸡的业者重视瘦肉精以外，最重要我们消费者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资料显示，我们每年的那个牛啦、猪肉啦、牛肉、猪肉还有那个鸡肉，这个进口一直在增加，这是非常恐怖的。美国这个国家最主要是站在利益为考量。所以这位先生，你说你养猪经验有30多年，这边有好多都是养猪养牛，其实你们在饲养的过程中，自己都要求自己不要加瘦肉精吗？当然，就是我们一定要，是我也呼吁我们政府要严管。是，当然我也呼吁这个业者尽量，一定绝对不能使用这个有关于那像培林啊、莱克多巴胺等这个瘦肉精这个产品，因为真的就对我们国人健康是一大危害。我们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是，当然我们也呼吁我们全国那个消费者一定要站出来，反对而且拒绝向瘦肉精说不。好，谢谢你。所以第一线的养猪户、养牛户都认为这样子外来的添加物放在饲料里面，还是心里是不踏实，是不能信任的哦。好，我再开放一个机会，还有没有乡亲要发言，跟我们讲讲这次负面的新闻出来以后，对产业的冲击是什么？这位先生。目前，即马这个产业，刚才讲安尼对尔，现主是整个产业拢受影响，包括阮这饲伊咧饲鲮牛的，伊咧饲鲮牛工啊，就是来做咱腌料，咱做咱的肉牛用。现主是一只鲮牛工啊，大概想讲2年后饲料计数会崩盘。现主是一只鲮牛工啊，已经检查1500至2000，啊，这个200几公斤的，这个肉牛无人敢饲的，会像96年、97年，俗到剩60、70块，迄个时阵脱裤走袂离，死的死，走路的走路，啊，所以即马迄个时阵中国200几公斤。现主是无人敢饲，已经1公斤俗到剩只95左右，本来100几，所以整个产业马上受到冲击。过来台牛的，因为到底这个牛肉无标志，是进口的，是台湾的，在传统市场咧卖，大家听到瘦肉精就惊，所以即马包括传统市场咧抬国产牛肉的，本来咧抬4、5只的，即马一工嘛拢减少1只，不管台南、高雄、台北，即马现主是咧饲的。这台的人已经产量已经减足济落啊，减少2成。整体来讲，整个这个台牛的因的产量嘛已经受冲击，都受冲击了哈。台湾牛肉啊，这个卖成卖也袂入来，因为台湾牛肉就鲜好食，但是问题就是较贵，但进口牛肉较俗，平均你若讲牛奶牛腱，因咧超180块，你若搁会大量入来，这些事啊，对整个产业冲击。迄是难以估计。希望讲政府，你刚才讲要开放，你整个产业，以阮辅导的立场，你整个产业，你要安怎配套措施，你要安怎照顾农民，肉牛要安怎照顾，这个配套措施，政府是不是要重视我们这个养牛这一个区块？谢谢。谢谢你的发言哈，这些问题待会都会请台的来宾来反映哦。所以整体我们这边村民发言都很踊跃哦，整体大家的意见，这个进口啊，不只是冲击了产业，其实也冲击了大家的健康，所以大家才这么紧张哦。政府为了做把关，所以过去有所谓的3管5考，我们看到这个资料哦，3管5考哪3管？管源头、管边境、管市场，还有核对、标示、开箱、检验、查明，这样念起来跟那个冲脱爆盖送那个。烫伤的急救的疗程听起来很像哦，其实都是一套很严谨的标准流程啦哈。但是我们也很纳闷哦，就是从这个美牛风暴以来，这2、3个礼拜，很多地区都查到了含有瘦肉精的进口肉品哦，而且那个含量都还很不低哦，比我们现在一般大家比较共识的10 ppb 还要多很多。我知道最高好像查出来的有27 ppb 这么高的含量。是说很奇怪啊，都还没有开放进口，可是台湾人已经吃下了多少不知道黑数有多少的这个瘦肉精的这个肉品了，所以这个包括3管5卡在内，我这边就要请教这个副处长哦，像这样各种的检验的把关机制跟动作，如何挽回消费者还有群众的信心？卫生署的迄个3管5卡原先是针对狂牛病啦。所以当时就是30月龄的那个牛的一个进口，所以3管5卡原先是针对狂牛病。那第二呢，
对于产业的一个影响的部分哦，我想刚才有提到就是牛猪分离啊，其实农委会的陈宝基陈主委，还有咱进行政院陈院长呢，事实上也都承诺的说，在他们的任内呢，事实上牛猪是分离的。哦，那第二呢，刚才也有提到，我想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我们的进口大概100多亿的台币，是，可是我们整个畜牧的产值事实上大概1300亿，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产业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因为加入 WTO 以后呢，我们的产业事实上那个冲击没有日本的那么厉害。事实上，日本的现在的猪肉的自给率只有50%、60%，可是我们的猪肉呢，事实上还是维持90几。这个事实上是农民的一个农民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那当然，刚才也有提到对牛肉的影响呢。是啊。事实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才我想廖科长所提的没有错，小牛的部分事实上是离奶后是差不多本来是4300块，现在大概是3000多块，是有影响。可是大牛的市面呢，事实上我们的一个看价格，事实上它的影响并没有。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牛肉呢，事实上本土牛肉现在蛮夯的。我想这一次你可以发现市面上消费者吃本土牛肉已经越来越多。这边问题也一样要请这个副组长来回应哦。我们也知道之前那个 H5N2 啊，哈，那时候我们有一部分的声音传出来是认为说，这个检疫的机制好像没有办法及时反映最新的状况，常常检疫结果出来。市面上就已经有200万颗的这个有问题的蛋已经流入市面了。像这样这个空窗或者是落差，是怎么样来补救，来怎么样更加强把关啊？有关于这个疾病防疫的这个部分哈，那在疫情的侦测上面，我们不可讳言的，一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lag phase， 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延迟。那主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延迟的时间，你可以控制到多短？譬如说日本，它上一次发生这个口蹄疫的时候，它第一个场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侦测到，所以他们可以很顺利的去把它这个控制下来。也是花了很多钱、很多人力。所以关键在时间嘛。关键是在时间，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不可能有一个政府单位在每一个牧场都派一个哨兵在那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反映疫情上面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饲养业者，因为你的动物它的生病还是正常，我们饲养业者是最清楚的。今天只要看，我的这个猪啊、牛啊，有一点不太对劲，那就应该要在第一个时间向当地的防治单位，也就是一般来讲的这个家畜疾病防治所，来通报。那这一些防治所里面有专业的兽医，他就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不要怕说，万一这个是一个法定传染病，它可能会把我所有的动物全部扑杀掉。好，那今天来讲，如果说动物扑杀掉了，那在整个这一个国家的体制里面，它也是会有补偿金的。那这个补偿金呢，我们大家常常在讲，因为这补偿金也是由地方政府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评价小组，那评价出来的这个金额来计算的。是。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不但是我在这里呼吁啊，我们所有养猪、养牛、养鸡，只要养这些动物的这个乡亲呐，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面对现实，不要只考虑到自己。我知道，要考虑到副座，这样我要请教，是不是我们中央只能在接到地方通报之后，才能做及时的反应？没有，在这个疫情的侦测上面，我们有主动的侦测跟被动的侦测。平常也有防治所的人员，他也会去到各牧场去看，但是这一个也只是等于说是辅助的一个部分。好的，谢谢您的回应。那我要请教吕处长哦，地方政府查气的积极动作，怎么样才可以让它的效率最大化？你们最贴近养殖户、养殖农民，你们这边的做法是怎么样？其实大概可以分成2个方向来看，就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目前大家都关心的瘦肉精，其实瘦肉精我们县政府一直在加强源头的检测，那不管是从饲料或者是养猪场。
那养猪场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抽检动作，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做产销履历。那其实，在产销履历它本身就有一个检测体制，加上我们县政府的畜产科防治人员加上去加强的检验，那其实是一种。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做什么？其实呢，我们一直在希望说，不仅是我们县政府所辅导的，我们也希望说给消费者一个安心的保障。所以，我们县府现在所推的地方品牌，我们都去投保3000万的责任险，就代表我们是很负责任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县政府还联合了警察局、检调，我们在查像瘦肉精这样的禁药。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云林县的警察局破获全台湾最大的走私进口，当然在其他县市破获的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瘦肉精，我们看到是这样子。那比如说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禽流感，那其实禽流感，我想整个全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地方。那如果假设没有做好防疫的工作，那就会对整个产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是。像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白肉鸡也好，有色鸡也好，它因为这样的因素而受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做防疫应该是这样子说，防疫就如同大家所说的，就是真的在作战。所以呢，我们要求我们的防治所的同仁呢，我们不仅加强检测，特别因为云林县就在彰化县的隔壁，而且又在台南县的上方，所以我们是非常戒慎恐惧的，做好每一步的防疫工作，而且疫情的监控。谢谢处长，这边我要请教副处长哦。刚刚处长也提到了哈，查到很多走私进口。今天早上最新的新闻也查到猪有用瘦肉精了哈。那大家都有一个疑惑，查会不会罚啊？还是查而不罚？到底有没有落实这个惩处制度？那个国外的部分呢，基本上是卫生局组长的一个执掌。那国内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有。我想等一下董副组长他可能可以补充，也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用药里面，事实上。假如是农户被查到的话，第一次是3万到15万，累犯的话25万到125万，而且我们现在的为了要让消费者能够安心的，我们现在也请养猪户的可能要做切结到了肉品市场才屠宰。那甚至我们也考虑，假如说是被查到累犯的话，那可能要撤销你的牧场登记证，所以基本上。也是有它的一个查缉跟处罚的机制，所以会有处罚。不过我这边也要为我们国内的猪农问一句哦，将来含有瘦肉精的美牛进来了，表示瘦肉精是安全无虞可用的啊。那这样国内的产业将来如果猪要用瘦肉精，是不是可以申请就可以用呢？这个目前呢，整个是在会里面跟卫生署目前在政府还在协商。那现在假如按照我想前一阵子就是说行政院也有提到安全笼洗的话。那这个安全笼洗基本上，我想在更早的陈院长也有提到，就是一个国际规范，因为台湾是国际 WTO 的一个成员，那你假如是国际线的一个规则的话，你不愿意的话，你一定要有科学数字，而且你可能要有一个所谓的补偿机制。副座有没有要补充？在我们现在台湾，因为莱克多巴胺或者是其他的乙型受体素都是等于说是都没有核准登记，那也不准用的。你现在这个牛，你允许它用莱克多巴胺，那以后我这个猪怎么办？那在政策的走向里面，我们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这个猪到现在我们是绝对不考虑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吃的猪肉要比吃的牛肉多，所以说它所造成的风险，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评估出来。所以牛可以 OK， 但是猪。我们还在考虑，所以什么都要经过最细致严格的评估啦，哈，这是在政府这边做法哈。好，我现在开放给现场哦，待会再请我们的杨主任来相关来宾一并回应。好，那个各位长官哦，也有提到哈，那个台湾牛肉的市占率只有5% 哦，那基本上我们在量来讲就比人家少了。那如果现在政府要再开放这个瘦肉精进口的话哈，那这个美牛瘦肉精哦，价格会比现在还要再更低廉哦，那无形中就对我们肉牛产业来讲，就是增加我们在竞争力上哦，更输给这个进口的牛肉。那还有就是说，有提到说要提升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哦。那一直以来牛一直是附属在酪农，就是乳牛这个业者下面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酪农现在的技术很发明哦，它的精液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说它可以控制出生的牛的性别。那所以说现在以目前来讲，整个肉牛的产业其实。因为牛只总量的减少，其实基本上整个肉牛产业是逐渐在萎缩的哈。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政府又要开放这个瘦肉精给它进口，
那无疑对我们肉牛产业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你们会希望自己在饲养成本上，或者是在育种上，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协力吗？是。那谈到您这个对产业的冲击，那就是有2点嘛。第一个就是提升我们国内农民的竞争力。那第二个，在这一点上面，当然我们希望说，是不是在牛只饲养上，是不是可以引进更多的牛种来让我们这些农民饲养？是。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些质提升了，要把量提升，那再提供给我们国内的民众，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有更多的选择权利，而不是说现在只有5%的量，那只有5%的人可以吃到这些东西。是。好，谢谢。我相信农委会长官听到这些问题了哈。在开放还没发言过的乡亲。这个瘦肉精是安怎？我唔惊呢，嘛是爱希望咱这个政府咧，对这个把关，对这个初检一定要严格，对这个标示咧，强项标示咧，你嘛是爱严格的这个查序。是安怎？这个唔惊这个瘦肉精咧，就是爱希望咱这个消费者共同来支持这个有瘦肉精的牻牛，甲这个有瘦肉精的这个牻猪，来使用着咱这个若要食牛肉咧，食咱这个台湾牛，尤其是咱云林的这个好牛，若要食猪肉咧，食这个台湾珍珠，这个有履历、有身份证的，就是咱云林快乐猪。所以讲，我唔惊有这个瘦肉精，我唔惊。以上，谢谢。感谢，多谢。所以环境再艰难，可是农民的用心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最好。再开放1位乡亲好吗？政府一直有口口声声讲咧，照顾这个饲牛的，到目前为止，用数据会看到，你有照顾到无？我无看到照顾到。这2年今年开始有咧关心，不过关心有甲慢去啊。你感觉无照顾到的所在是哪一些部分？可以具体说出来吗？本来应该是肉牛有肉牛偏种，嘿，你看嘛，即马有肉牛偏种无？因为较早肉牛偏种拢无去啊。像安格斯的啦、圣达牛啦，较早足侪拢无去啊。恁讲有照顾伫倒位？我无看恁照顾伫倒位。是。等到即马是安怎会？阮遮饲肉牛会惊咧饲即个乳公牛，即个，因为无进口正牛好饲嘛。无政府饲，毋是阮饲养者的关系，是咱政府无甲辅导，无甲鼓励。因为咱台湾进口遐济草，咱台湾拢咱台湾的迄种个小根较济，你想要毋甲只爱来甲用来种牧草，鼓励来饲牛。未来我希望讲咱政府莫干嘴讲尔，应该脚踏实地咧做，照顾人民，照顾互阮大家看卖啊咧。好，谢谢。谢谢这位乡亲从内心发出来的声音哦。你先协会下以下公告，两批高度准来度的强推动个内面来针对乡亲提出的疑问来做回答。你先协会下两批高准的。